不多。卫生福利部昨公告健保门诊药品甲急诊部分负担的调整方案，7月7日开始正式实施。为了保障弱势族群，本地就唔免部分负担的对象是未受到影响。主要是医学中心跟区医院的上限由200元提升为300元。那第二个部分是有关民众如果在慢性病连续处方签的领药的部分，那在第一次以往是免收部分负担，那这次的话，在医院的部分是要比照一般的处方签要加收部分负担。民众到大型病院急诊会依照病院的层级收固定金额的费用，医学中心会调悬收750块，区域病院收400块，地区病院佮基层的诊所同款是收150块。为着要保障弱势族群本地唔免部分负担的民众，重大伤病、生囡仔，佮有第三地离岛地区就医，计受理好。因明各有3岁以下儿童、警察、消防、海巡空群的军人、忧症患者，各有替代役等对象，同款唔免部分负担。